什么，没有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，没有误会，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呢？我就是想跟过去说再见，想跟你说再见，你明白吗？就怎么样，医生？没问题吧？检查结果检查结果怎么了？检查结果就是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。脑胶质瘤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种颅内结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。我不可能得癌吧？我之前做过检查的，状况都是好的，没问题啊。恶性脑胶质瘤，体积小，潜伏期短，一般也就是2、3月时间就会发作。你的瘤子体积小，但是位置很深，周有很多的重要结构。如果手术的话，会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那没别的办法了？这样吧，我帮你留意一下。按照一般临床经验来看，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。毕竟是脑部手术，里面很多神经是粘接在一起的。如果是后遗症，或是手术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失明之类的。那如果我不接受手术，或是不接受任何治疗的话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乐观估计，也就是半年左右吧。还想吃什么？我再买给你。这么多啊，够了。依然说过，女孩子啊不能多吃甜食的。少宇帅哥啊，你怎么想到下午来看我啦？我想依恋了。你想我了就可以随时来看我啊。是啊，我现在不就来了吗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要求还挺多。依恋啊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吧。你跟依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依然来说呢，你是最重要的人。而在我的生命中呢，你跟依然就是最重要的人。我心里边特别想一直守护在你们身边，去好好照顾你们两个。你现在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啊。少宇帅哥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事。那我问你啊，我如果不在你们身边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还有天乐呢。我要你呢对我好，
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，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可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，以后不能经常在你们身边了。那你以后就不能送我去上幼儿园，接我放学吗？你以后就不能和我一起玩拼图，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，让我骑在你的肩膀上骑高马吗？不能了。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骗你的。先生你好，我们店里动画片就这么多了，谢谢啊。款台在哪儿？款台在那边。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。如果手术的话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是失明之类的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没钱我也会很快乐。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叫做癌症。你也来一口啊，来一口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累了吧？来，快坐这儿。还行。抱给我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煮了银耳莲子羹，我盛给你啊。好。买了这么多动画片啊？啊，正好刚刚路过音像店，知道依恋爱看动画片，我觉得多买了几张。是吗？这依恋要开心死了。是啊，来尝尝我为你精心熬制的银耳莲子羹。我自己来吧。我为你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甜啊！再来一口。好喝。我还在想呢，等过2天咱们俩串休一下，带着依恋去郊区玩一下吧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放松放松。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你买这个蜡笔小新啊，太对了，依恋特别喜欢看这个，然后他还老跟我演嘛，说妈妈妈妈，我总觉得我肚子里面好像有100只大象不拉不拉的跑过。他演的特别好。到时候我们3个一起看。
麻烦你交给他，谢谢。小丹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真的和那个人？说实话，我有点不太相信。事与愿违，但人总要继续生活下去。也许我做了错误的选择，留给时间来评判吧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觉着你会后悔的。难道你从来不后悔吗？可我们有什么办法？随他去吧。我不管小丹她为什么离开我，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太刻骨铭心了。我只是不希望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给过他。这50万是我对他的承诺，也是对自己的承诺。我只是希望，在他的生活里，能有那么一点点幸福，是我给的。兄弟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没事，多大点事儿？真的不需要想念，下一个没有我的明天，在海平线的那一边，你最向往的世界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，没什么会觉得遗憾，眼泪笑了的瞬间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谁来填满我的梦？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，送别到那远方天空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
什么？不用怕，放心大胆的往前走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有我这个小太阳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谁来填满我的梦？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，送别到卡里是你给我的5万块钱，上次你忘了带走，谢谢你，抱歉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谁来填满我的梦？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，送别到那远方天空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，因为我依然爱你。这哭的也太凶了，咱过去看看吧。这要换作是你，我过去看你，你觉得心里舒服吗？你怎么没跟夏楠好好说说呢？你怎么不去跟夏楠好好说说呢？你去试试，那夏楠说得通了也得。这不都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？这本来啊，没有这姓苏的，爱宝呢挣这50万啊，觉得心里头幸福。现在夏丹这一走吧，他就变得一贫如洗了，他幸福感一下没了，你还帮他哭，你就让他哭出来吧，哭着他心里舒服。听人唱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学学。对，让你学。月。洗衣服是吧？啊。给我，过来。不用，我就放在洗衣机里就行了。我去。你跟这2个吃货聊聊天，看看电视，吃点水果啊。你看看人家呀，烦死了！同样是男朋友啊，水都不让一人沾。你再看看你。我怎么坐着也招着你了，躺着也能中枪啊？哎，不过这邵雨现在变化挺大的哈，360度大转变，怎么着？这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呀？哎，真的是熬出头了。邵雨这样我看了我都有点不习惯。你都不知道我在他家的时候啊，那甩手掌柜，酱油瓶倒了不会扶一下。现在，爱情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啊，在超市的时候也是一点累活啊、重活都不让我干，以前原来那些脾气性格都没有了。来，喝点牛奶。啊。还有这洗衣粉快用没了，在哪儿？柜子里啊。我帮你去拿吧。我去。我也喝牛奶。我的呢？看呐。看见了，这么使劲。等一下。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他现在这么好，是不是做什么错事儿了？先卖一下乖什么的。我发现你吧，就是一贱皮子啊！人家不搭理你的时候吧，你说人没良心；人家要搭理你了，对你好了，你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那你还让我们怎么做呀？是吧？我觉得邵雨现在不会了，我相信他。哎，
所以以后无论你在哪儿，那儿就是我谭少宇的家。我所说的话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我要你呢对我好，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，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是失明之类的。累了吧？卡布奇诺，你的最爱，我自己学着做的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好香。哦，对了，你前2天说去医院看病，怎么样？出结果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我多注意休息，规律点就好。你这身子啊，就是金贵，这刚多少活儿就受不了了。明天我休班去看看依恋。算了吧，好不容易歇1天，还是在家好好养养吧。想他了。我来喂一个。啊，没事，你歇会儿吧，你刚码完那边的货。没事儿，我多干点儿，你就少干点儿吧。怎么了？这2天没日没夜的帮我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来，我来呀，我来吧，给我吧，没事，你去歇着啊。还有，以后撕这些货品上价签的时候，记得沾点水，别用指甲硬抠，又伤指甲又伤皮肤的。别光说我傻，自己学着照顾着自己。我知道。去吧，歇着，去。我真的不累。那你累了就歇会儿啊。好。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日料啊，可以。我40分钟吧，我在玩具城给依恋挑个玩具。一会儿见。你好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 Hello Kitty， 可以录音。您看，按一下左边这个是可以录音的，再按一下右边这个是可以听到您的声音。您试试。依恋，帮我拿个信吧。好的。依恋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哎，有什么话呀，非得上这儿说来，跟家不能说吗？嗨，这不也有一段时间，咱俩没在一块儿吃个饭、喝个酒，随便聊聊了。所以今儿就约这儿了呗。操，还弄那么煽情。对了，咱这认识也有10年了吧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就喜欢跟你一块儿喝酒，听你在那儿耍贫。我承认。那个时候我确实挺封闭的，挺多事儿跟你没那么坦诚，但在我心里边，我把你林天乐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
是青春呐！得嘞，来来来，都在酒里了，干了啊！我活到这个岁数啊，觉得最对不起的，最亏欠的那个女人就是依然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做什么事儿，其实都弥补不了什么，但我心里边很爱她，特别爱。但是我现在这种状况什么都给不了她，我觉得对不起她。不是，那你就好好对人家呗。你看啊，人什么都不要，就想跟你在一块儿。不过我得表扬表扬你，最近表现不错啊，跟换了一人似的，继续保持。不是你呀，别老在那梅兰妮的面前表现，她老拿我跟你比，这两天老都冷嘲热讽的。行，以后不让她看你。其实我一直也没时间好好谢谢你。这之前是依然在你那儿，你一直挺用心的照顾他们娘俩。接着又是我住到你那儿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来，第二杯酒。嘿，这话说的见外了啊！天乐，还有第3件事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如果有一天，因为其他别的事儿，我离开你们了。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啊？不是，我就随便一说，我就真离开了。你答应我这件事儿。你说。替我好好照顾依然跟依恋，一丁点的委屈都别让他们受，行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听好了，这照顾依然跟依恋这事儿呢，要靠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话我明白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乱七八糟！我发现你喝点酒还花还挺多的呀。没有，我就是瞎说。就咱换个边想，就你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一定会好好的照顾美兰妮。那肯定的，这不用你说啊。就说你跟依然没这关系啊，我跟依然也是朋友，他要什么事我肯定得帮忙啊。你记住你说这句话。我这又干了，我这刚喝了一点。行，干。你。干嘛这么盯着我啊？怎么了？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想把你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，想你的时候就翻出来好好的看。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你身边啊，还用刻在脑子里啊？要刻的。记住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知道。
让我抱抱你吧。来。真希望一辈子都能这样抱着你。我也是。抱得紧紧的。喂，莫哲，你上个月不是说这个月回来吗？怎么没动静啦？没忽悠我吧？我还挺好的，我之前的设计都被录用了。哎，那个，我先跟你说了，我觉得有个人好像特像我爸。爸，兰妮，爸爸，兰妮，不哭不哭，孩子，不哭啊！爸，你最近都忙什么呀？我好想你们呀！我也想你呀，只是公司的事儿一直没有了结，所以呢，就一直没来看你。公司的事儿还没有结吗？钱不是都还了？都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好吗？我挺好的，我交了很多新朋友，而且我长大了，自立了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哦，都有工作了。说给爸爸听听。我现在在一个珠宝设计公司做钻石设计，而且我之前设计的图纸已经被别的公司给订了呢。爸爸，真为你高兴啊！爸，你怎么会到天乐家小区去找我呢？哦，是莫哲告诉我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找你了。爸爸想问问你，你说的那个新朋友，他是不是林茂华的儿子？天乐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了，他对我挺好的，而且人也挺踏实。爸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呢，爸爸也就放心了。但是现在的社会，什么都得靠自己，尤其是谈恋爱，女孩子呢，不能太主动了。爸爸呢，建议你以后还是不要和那个林茂华的儿子走得太近。爸，您这次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？其实不是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看你现在挺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孩子，记住爸爸跟你说的话，别和林茂华的儿子走得太近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孩子。这不胡闹吗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里边有明确规定，房间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.9米，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.1米。这图纸上哪符合？这么干是要出大问题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停工吧？
不停工你负得起责任吗？那刘总那边呢？刘总那边我去说，先让大家停工吧。好吧，那我去安排。李总，不好了，工地那边出问题了，骨架撑不住，就要塌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丹姐，6号桌的啊。丹姐，丹姐，我来吧。眼睛怎么老跳跳一天？喂，我是，你哪位啊？医院？啊？是，我是他妈妈。啊？怎么会？要紧吗？哦，好。少宇，出来吃早饭了。少宇，少宇，依然，我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内心有很多的疑惑，也会找很多理由替我开脱，但对不起。我和你分手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怎么了？他回家了。这什么情况呀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演哪出呢？这是？你们这吵架了还是怎么着了啊？赶紧打个电话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转拨。Sorry, mobile 关机了。坐吧。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，为什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回来是因为我想通了，我不能扔下公司不管，扔下你不管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我的真心话。从小长大，我在你身边的时间不多，也没有好好的孝顺你。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失去了理智，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在情感上
我觉得我伤害你了，这些都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知道错了就好，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太干涉你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，你适合什么样的生活。去超市当搬运工，妈看着心疼啊。回来就好啊。我现在也知道了，自己适应什么样的生活。我想回到原点，做原来的谭少宇。过去的事儿咱都不提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还是新华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是我的好儿子。来，吃个橘子。谢谢妈，我先出去。这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啊？东西往这儿一扔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也别替他说话了。我工作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没有责任感的员工。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啊！啊，甩手掌柜当惯了的。没什么问题吧？还好的。怎么样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好，别紧张啊。他这骨头呢已经接好了，只要他好好休养，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别担心。大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可别成了残废啊！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一般的骨折，只要他好好的配合治疗呢，这腿就没什么问题啊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好好好，嗯，谢谢大夫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李爱宝，你告诉我，你孙叔叔让你去工作，我同意了。你说他能给你升职加薪，我还挺高兴，我帮你收东西。我以为你到工地只是去发发东西、看看图纸，你干这么危险的活，你告诉过我吗？你这是摔了腿。你摔残了，摔傻了怎么办？回来！你们是他的哥们儿吗？是他的朋友吗？那么危险的活，你们劝过他吗？妈，他摔死了怎么办？你说人家干嘛？我这不还没死吗？阿姨，阿姨。不是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啊，你看给老太太急成那样啊，一句我没死就给你妈火了，那是你妈李爱宝。那我怎么跟她解释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上工地去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被单位开除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了50万把腿砸成这样？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我们帮你想办法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出今儿晚上，你妈就能把这个来龙去脉都摸清楚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我现在发现你那么毒呢，你啊，一个人跑工地上睡觉去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呢？还忙着见天见不着人，还出差，哈，感情是一人啊，跑到工地上自个儿跟自个儿玩命去了是吗？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林天乐，你是我哥们儿，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但是有什么事是你自己能解决的呢？你不还得找你奶奶吗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跟你说有用吗？你能解决问题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吗？啊？好，我假设啊，你今天没出事，你今天没被打到医院来，你就能保证你不撞见你妈？你就能保证你接完这活能找到下一个？你就能保证你们家老太太不为了关心你给所里打个电话？你能保证你能赚到那50万？
你能保证吗？你什么都保证不了。你能干什么啊？你只能逃避啊！你躲得了初一，躲得过15吗？什么都不跟我们说，你以为不跟我们说这世界就太平了吗？啊！你以为不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不出事了是吗？你以为你不跟他说，他跟那个徐晶晶就没问题了是吗？那行，那以后咱仨呀就别坐一块儿聊天了，行不行？碰见好事咱坐一起喝酒；碰见坏事了，咱就各玩各的。混得不好，咱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你要的是这感觉吗？啊？是不是？说话。李海波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是砸着腿了，要砸偏点呢，砸到你脑袋上呢，咱就不用聊天，不用见面了，你知道吗？海波，我们可能什么都帮不了你，但最起码你心里边有底儿，我们在你边上。李海宝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俩出去，把老太太请进来，你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跟老太太说明白了，好好说话，听见没有？啊？给你妈气那样，走。爱宝被砸伤了，也要不你过来看看他吧。你好，这边。阿姨，我就是想作为朋友来看看他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别担心，我答应您的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小丹，阿姨上次跟你谈过话以后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我绝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怕我儿子见了你以后，我们俩上次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跑到工地去，又为什么会摔伤吗？他被公司除名了。为什么会被开除？就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炒黄金，耽误了招标，把公司筹备了1年的项目给流标了。而且，他把家里的房产证去炒黄金。我想，你肯定是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夏丹，我儿子他痴情，我知道他到现在都放不下你，要不然他不会不等招聘，自己偷偷的跑到工地上去拼命啊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不想住院，他怕医药费贵，他付不起，因为他要给你攒钱。今天的事情，医生说了，还好是摔着腿了，再差这么一点砸到脑袋，要真砸到脑袋，我儿子这一辈子，这一个人真的要交给你了。
依恋给你带过来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那个，谭少宇今天一天都没有看手机，信息也没回。我觉得他早上的纸条可能是说真的。依然，我明白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不能不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啊。曾经给你带来伤害的人，也许永远只会给你伤害。谭少宇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，更何况现在，他更不应该这样。依然，这个礼拜幼儿园要组织互动活动。上次我和少宇帅哥得了第1名，现在我还想让他陪我去。依恋，我们不让谭少宇陪，我们让天乐，或者我也可以陪你去啊。行了，我们先回家吧啊。少宇帅哥在我娃娃里放了这个，你听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少宇帅哥为什么搬走了？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，他要出差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是多久啊？来，依恋，我们睡觉吧啊！你们大人都骗人，一段时间可以是1天，也可以是很久。乖，依恋，我们来把这个故事听完。我不想听他的声音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地理学家有一张桌子，成天不动弹，来记录着各个星球的面貌。如果商场的主楼包括这个大门呢，如果朝东侧开的话，那和对面建筑的这个距离是有限的，所以它的整个面积相对来说呢也会有限。那作为停车场来说，它就不够使用。那如果朝东边开呢？如果朝东边开的话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... 但是在这个位置要设置一个景观水池，所以呢，可能工程的时间要超期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在你们家门口，你出来一下吧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一直在这等你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
是依然吧？他找你有事儿？说是想跟我说说话，在咱们家大门口呢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说清楚，去跟他谈谈吧。好，我出去一下。你想说什么说吧。依恋想让你周六陪他一起去上亲子互动课。我没时间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依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不要再以此为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既然没有关系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录这个？我不想半途而废，哪怕讲个故事，我也要把它讲完。这跟依恋没任何关系，换成其他小朋友，我谭少宇一样认。少宇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又变得这么冷漠了？我们之前误会了8年，那都是因为你妈妈。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你怎么又这么对我了？我们之前都那么好了，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呢？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没有为什么，没有误会，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呢？我就是想跟过去说再见，想跟你说再见，你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。我讨厌纠缠的女人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，行吗？是，你是为我做了很多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对于我谭少宇来说，这无所谓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，数额你来定。行吗？谭少宇，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，我说的不是人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？那我懂了，谢谢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别再让我见到你。跟这儿干嘛呢？有些事家里说不方便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哦，又是依然的事儿吧？劝了没用，早早回房间睡了，情绪还是很低落。这依然这性格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劝都没用，主意大着呢。你说这谭少宇吧，也是，这刚刚跟这依然稳定下来啊，这依恋的身份也明确了，你说这水到渠成了吧？在这坎节儿，你说，哎呦，怎么来这么一出啊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呀？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只是依然被他折磨了8年，这还不够，什么意思呀？全世界都应该爱他，无条件接受他才对。不是你怎么突然间又这么极端呀？
不是前段时间还夸人谭少宇来的吗？这世界上啊，除了非黑即白之外，也有中间段。我不是极端，我是太善良，我就是被他蒙蔽了。你干嘛呀你？干嘛老向着他说话？什么意思呀？是？我怎么躺着也能中枪啊？我这就事论事呢，也能说到我头上？男人都一样，怪不得从来不站在我和依然的角度说呢。一丘之貉。哎，我说你这是生什么气啊？这？这都1天没出来了啊，饭一点没吃，也没事儿啊。依然，那个出来吃点东西吧。天乐特地给你做了个松鼠桂鱼，他煮了2小时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过来尝尝。对，这松鼠桂鱼那味儿一闻啊，特别开胃。那个还有，你不是喜欢吃那个梅菜干炒腊肉吗？我也给你做了。你还想吃那湖南辣椒？我专门找那湖南的老奶奶店里啊，跟人要的，人都不给我，要了半天人才给我的，特好吃。你出来尝尝呗。这个特别香啊，这色香味俱全。那个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偷偷尝了1筷子，味道真的特别好，你不出来吃光啊？哎，你们还真吃啊？做演员是不是也得演的真实点啊？广告体验还体验的，我不吃我怎么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怎么形容它的好呢？哎，你出来了，要不你尝尝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不是那个，你们都别跟着我了。我这穿成这样，这么热下去跑步啊，这不得中暑啊？不是，他这心里头吧，可能特难受，这憋着感情呢也出不来。你想啊，平时咱俩都在家陪着他。那感情闷着，你让他释放出来啊！那怎么办啊？要不这样得了，给他20分钟时间，20分钟以后啊，咱再下楼。那这菜怎么办啊？你不是吃什么怎么办？依然，要不咱回去吧？这大热天的，你在外面这也不行啊。要不回去我们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对呀，你这1天没吃饭了，你这么跑身体会出问题的啊！回去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们知道你这心里头肯定特别难受，跟谭少宇这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陪你找他去，咱当面跟他问清楚，好不好？我找过他了，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多年感情还有依恋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。
错了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当初也不应该生依恋，给他造成负担了。别这么说呀！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不是这怎么办呀？依着这性格，咱俩肯定弄不回去啊！你看着我，配合点啊！我配合你，不是你是。哎呦那个！哎呦，梅兰你那个依然，梅兰你中暑了，过来帮忙扶一下啊！